歡迎大家再次收睇我哋嘅頻道，我係阿 wing。今日揾嚟一隻價錢超筍又靚仔嘅帝陀介紹俾大家，就係呢隻 Pelagos 嘅鈦金屬錶，直徑係42mm， 做咗個磨砂鈦金屬嘅錶殼，錶耳直徑呢就22mm， 而錶嘅厚度呢就14.3mm， 防水深度有500米，所以喺9時位呢都有個自動排氦氣閥門。做咗個鈦金屬單向旋轉外圈，再襯翻一個啞藍色嘅陶瓷錶圈，藍色嘅錶面襯翻白色嘅夜光刻度，咁樣嘅配搭呢，望落去好清新同埋好簡潔。機芯就係採用咗帝陀嘅原廠 MT5612 機芯，都係一個雙向擺陀系統嘅自動上鏈機械機芯，動力儲存大約有70小時。鈦金屬嘅錶帶配翻個摺疊嘅保險錶扣。而呢個鋼嘅接扣呢，係由帝陀錶研發，而且係攞咗專利嘅自動調節彈簧裝置，而且買呢款錶仲會附送多一條原裝嘅膠帶。官網定價係40400蚊，咁而家做緊超筍價，3萬蚊左右呢就買到啦。仲有5年嘅原廠國際保用，有興趣嘅錶迷呢可以快啲嚟我哋門市試下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